我有句话，我怕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。后池，我心悦一人。神尊，现在还不知道后池便是上古。若这北海上君是白绝，那后池必是上古。本尊便助一助森简，看他能不能以上君之体，在森简手中活下来。森简，3招之内杀了他。青木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我的命可不是这么好取的。北海上君果然名不虚传，是本王看轻你了。来吧，还有最后一招。陛下，他已伤得够重，最后一招由我来带他吧。后池，我看在古君的份上，已经对你们忍让有加。若他连3招之诺都没法遵守，那我只能不留情面了。罢了，我有句话，我怕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。后池，我心悦一人。你心悦于谁？尽管告诉我，我一定替你转告他。若我今日死在这里，别乌鸦嘴。今天一定会安全度过。等过了此事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真的？我的意思是，今日这3招之情，日后我定会还给你。好。这是我的保命符，它一定能保护你。父皇，青木。